宜兰台电伫总日顺首先检讨洪灾期间大量废弃物的占地场，原定10月底退场，目前也未清掉，要求赶紧恢复地方正常的环境品质以外，嘛进一步凸显清洁人员的辛苦，因为根据换算，淡市每一位清洁人员要服务891位市民的量，已经是6度上悬。所以议员都来要求市府补助原业、车辆等基本配备，卖增加细部健康检查等等福利，来向市场清明。我们这个清洁队员长期都是在这个高粉层的环境工作，所以定期做这个 LDCT 的检查是绝对有它的必要啦。所以我想有几点建议啦，跟局长说，也跟我们市长说，我们其实针对啦，包括还有我们看到说这个夜勤人员夜点费，这个台中明年元月开始要调高，那6都看起来台北200，新北120，台中100到120，高雄180到130，台南100，看起来我们还是有努力增加的一个空间，然后所以有几点跟我们局长提出，也跟我们市长提出了我们应该要增加人力，增购车辆，而且希望能够新增这个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，而且天气实在太热了，你看我们今天已经是11月了，你看外头的天气还是很炎热，应该要增加这个冰背心啊、风扇衣、防水衣的配备，来降低他们执勤的这些辛苦而且要调高这个夜点的费用。市长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努力一下？这个部分对于清洁队员福利的增加，值得我们再去努力来想一想规划。譬如说，哪些是最优先？是哪些是在他们执勤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效率最高提升的部分？是哪些是譬如说公共安全有差别？譬如说那个车辆如果老旧，就会产生公安问题。所以我们这几个部分来思考。伊即摆台南洪灾大量垃圾废弃物的量已经超过半吨的清运量来看，对清洁人员已经造成真大负担，所以政府应该关心第一线队员的照护，改善因伫工作环境的舒适安全，嘛是形象加士气的提升。台南新闻军职张硕维采访报道。